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3月13号。今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16节，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18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2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发光。咱前一摆讲到着灯甲光的议题，这是伫基督信仰内底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基督徒不应该进入伫黑暗，应该想尽办法来跟对光脱离黑暗。因为安尼光对基督信仰来讲非常重要。基督徒不但爱接受着光，爱追求光，更较应该爱会通发光。伫福音书的中间，耶稣基督安尼讲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那安尼讲的话，人怎样会当发光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而且是唯一，敢毋是？但是千万毋通袂记住耶稣基督的呼召，伊嘛叫门徒爱诚侪世界的光，甲伊同款。这并毋是一个新约的专利，其实伫旧约先知书就也已经真清楚提到着安尼的概念。今日的经文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18节就安尼讲着。耶路撒冷将来会荣耀起来发光，你的光已经来到，上帝用光已经得照你。看，虽然黑暗搭满大地，大黑暗遮看万民，毋过上主会甲你照光，伊的阳光会伫你的心上显明。万国会来就近你的光，列王来亲近你发光的光辉，就举起头向远观看。你的子民自集来到你遮，你的囝对远远转来，你的查某囝那囡仔，互人抱来。迄时你看到这个就真光彩，心激动，真欢喜。甲对海运来的财富会变互你，万国的财富拢变你的。规大阵的骆驼、米甸甲以法的单方骆驼拢会来。对西巴来嘛会带黄金甲乳香，因拢会上赞宣扬上主。所有基达的羊群拢会聚集去你遐，所有年拜的绵羊港也拢会到你的路用，这个拢会献伫这段真侪欢喜接纳的祭，我上主会互我的殿的荣耀更较辉煌，也会亲像规片云飞来，亲像粉鸟飞转来。伫修理的是甚物人？因是对远远的海岛组织的军队。他是会船做头，带你到你的囝儿对真远的所在，带黄金银来，拢是为着上主你的上帝，以色列神圣上帝的名，因为伊已经互你得到荣耀。上主对耶路撒冷讲：外国人会中见你的声唱。因为君王服侍你，我捌伫受其中刑罚你，毋孤单施恩怜悯你。你的城门拢会不时开开，
日时暝时门拢袂开，安尼拢日邦会带因的财米来，因的君王带队排队进贡，毋肯服侍你的日邦甲王国拢会灭无，遐个邦国拢会彻底荒废。黎巴嫩的阳光就是青树、杉仔树、黄杨树，拢会运来耶路撒冷，装塔美化我的圣所。我嘛要互我的骹踏的所在来得到阳光，压迫你遐个人的后代，拢会来行礼表示敬意。所有藐视你的人会来你遮骹下跪拜，因要称你做上主的城。以色列神圣上帝的锡安，虽然你捌受欺杀、受厌恶，无人对你遐经过。我要互你有永远的荣华，有世世代代的欢喜。恁要的列国，使列国安尼，要恁列君王安尼，你就知我上主是你的救主，你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大开力的。我要摕金代替铜，摕银代替铁，要用铜代替茶，用铁代替石头。我要设立和平做你的官长，指派公义做你的监督。伫你的土地袂阁听见强暴，你的境内袂阁有毁灭荒废。你要称你的墙做拯救，叫你的门做娱乐。基督徒应该爱兴起来发光，正做世界的光，因为上帝呼召竞选以色列人，不但是要互因蒙福来得救。佮较要互因正做万人的祝福，这就是兴起发光最原始的意义嘛。老师真爱用月亮来比喻基督徒信仰中间所强调的兴起发光。的确，咱毋是一个发光体，咱无法度家己来发光，但是咱会通发光。就是反射光，正做一个发光体。好，那亲像这的星球，甲离咱上近的，就是月亮共款。月亮毋是一个会当自体发光的星球，但是伊却逐工固定发出光，或者是圆，或者是无介圆，但是伊总是会当发出光，因为伊会当反射日头的光。这为什么基督徒要譬如正做月亮？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就亲像神龙，也亲像升起来的日头。咱通去查去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8节。嘛，通去看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的经文。另外，伫今仔日的新约经文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20节，也提到着世界的光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标题安尼讲。耶稣佮对大家讲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对我会得到生命的光。”总毋是会伫黑暗内底行。法利赛人对伊讲：“你为着家己做证，你的证言是无效。”耶稣讲：“就算是我为着家己做见证，我的证言也是真实的，因为我知影我对倒位来，要对倒位去。恁却毋知我是对倒位来，要往倒位去。恁用人的标准来判断人，我却无法度判断任何人。即使我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我毋是单独判断，那是迄位找我来的老爸
甲我甲做伙来判断。咱的法律册顶悬记载，有2个人见证3符合，因的见证就算有效。我为了家己做见证，迄位找我来的老爸嘛为我做见证。所以因问你老爸伫叨位，耶稣回答：恁毋捌我，也毋捌我的老爸。如果恁捌我，就捌我的老爸。这话是耶稣伫圣殿教示人的时，伫因奉献龟仔遐讲的。不过无人甲伊掠，因为伊的时还未到。基督徒都爱诚侪光，因为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者。上帝家己也诚做伊的见证者。耶稣基督是世界光，伊要互世界脱离黑暗，朝光明的路来行。咱也着爱诚做黑暗中的光，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者，互人因为会通看到咱的性命，就看见基督的光，愿意来跟对主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16节。上赞上主至善，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敌的手中所救赎的人，对各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出这个人拢安尼讲。因伫旷野旁远的路流浪，找无城通徛起，因啊腰啊嘴大，因的心神奋起，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，伊带因行正直的路，互因到通徛起的城。因为上主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伊互喙干的人知足，互枵饿的人有好米食甲饱。这伫黑暗死荫中的人，受困苦甲必然困饱的人，因为因背逆上帝的话，看轻至悬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伊用劳苦甲因教乖，因跋倒无人扶助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对黑暗死荫中带因出来，因切断因的锁，因为上主的慈爱甲伊为着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，因为伊拍破重的门，斩断铁的门栓。感谢上帝借光阮，也互阮会当成做世界的光，互人因为看见阮的见证，就来看见耶稣基督的光，愿意来跟对光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救，阿们。